副會長、親愛嘅理事會同員及本宗父老，今日係公元1994年9月16日，甲戌年8月11日，良辰吉日，吉時，劉氏大宗祠第4屆理事會同仁完成木身到草堂禪寺，恭迎祖先靈位回新會所途記。新會所定於堤岸第5郡鄧泰新街紅黃大廈 A 座513號。首先，我謹代表本宗父老、本會理事衷誠嘅感謝草堂禪寺2年嚟喺昔日修禪師領導下，各位法師、師職專責對本宗祠嘅關照。本會除銘心致敬外，並由會長代表敬贈六祖名句敬瓶1面作永久紀念。同時，我哋亦希望草堂禪寺各位法師、師職專責繼續嘅指導。我哋有請草堂禪寺代表上嚟接受由劉氏大宗祠所敬贈嘅六祖名句。我哋有請禪寺嘅代表接受我哋劉氏大宗祠嘅香油。儀式開始。陪祭以祭者各就位。我請各位理事會企喺後邊。企埋呢度，企埋呢度。明寶燭，點檀香。劉氏歷代祖先之神案前上香。
獻五果。獻發糕，劉氏大宗祠第4屆理事會同仁，再向劉氏歷代祖先之神案前行3鞠躬禮，1鞠躬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禮成。好，睇翻呢個揾個朋友。好啊，攞。我哋劉氏大宗祠祖先神位到土堂禪寺。
大佬，喂！兩個，日日變一個，變一個，啊兩個，好啊！
公元1994年9月16日，農曆甲戌年8月11日吉時，定位於堤岸第5郡恒泰新街紅黃大廈 A 座513號，由劉氏世世代代、子子孫孫永久記奉，現歷祖上洪光頒福頒祿，老少平安，開枝散葉，福澤綿綿，大吉大利，子孫子孝孫兒，為社會造福，發揚劉氏世代為社會貢獻。劉氏第4屆理事會全體理事向祖堂進見許願。儀式開始，全體肅立，主祭就位，陪祭與祭者各就位。堤岸行成堂劉氏大宗祠，始創於70年代，本為飲水思源、慎終追遠、連擊中歷3屆理事而停頓，客觀環境之所致也。經過10數載滄桑，導致會所不穩，族人拜祭欠周，引為客厭。1987年國策開放後，族人雖有重建會之所，為事願相違，力不從心。故然至1990年，由國中長奔走發動組成重建委會，並假草堂禪寺暫作供奉先祖之設。1994年4月2日，第4屆理事會誕生。現族人耿於心者，先祖神龕仍未有穩定之處，作千秋供奉。故本屆理事同仁等責無旁貸，在經發動族人中同心協力貢獻，可能集腋成裘，就會所以族人渴望中實現矣。僅此為基。點檀香。後邊啦。劉氏大宗祠第4屆理事會同仁，僅以鮮花果品5牲之儀拜奉劉氏大宗祠歷代祖先之神案前上香。我發知啫嘛，買紙啦3個主祭啊！
着啊，未着啊，有啲招嚟都冇事啊。佢啲水友嚟。來，喂，記得同埋支持下啦。